语听无，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。咱台湾啊是海岛型的气候啊，定系落雨啊。啊，那落雨水库才有水，咱啊才有水通用，通来发电。总是啊，雨若落伤久啊，会造成咱生活无方便哦。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有无啊，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一寡落雨造成的无方便啊。先说来看相关的台语词安怎讲。那雨若落伤侪天啊，空气内面的水分啊，就会较悬啊。咱台语就会讲啊，空气湿啊，就是华语的湿度较高啊。咱台语有另外一个词叫做淡淡啊，就是伫无应该有水的所在啦，刷走水出来。像讲啊，雨若落较大时啊，咱若无紧甲窗仔门关起来啊，迄雨啊，硬硬的破入来啦，安尼啊，涂骹就有水啊，就会淡淡啊。华语啊，平平讲是湿湿的啦，台语分两种，甲正经有水的叫做淡淡啊，湿度较悬叫做湿湿啊。所以咱会讲啊，涂骹淡淡，房间湿湿。恁讲啊，台语是毋是真精密咧？空气若湿湿啊，运动裤啊、衫裤啊都袂搭啦，这种情形叫做润润啊。华语讲是受潮，衣服受潮啊。咱定讲啊，这衫裤要润润，恁哪会得甲收入来啊？其实啊，润润并唔是因为啊泥无够久啊，是因为空气内面的湿气伤重啊，才造成的啦。所以啊，热天的时，咱定系用手去摸衫，那冷冷啊、润润，迄就是也袂搭啦。那寒天的时咧，衫裤咱用摸的，当领都拢冰冰啦，定就摸袂出来。这时啊，会当甲衫裤啊捂伫咱的下海啊，用下海来感受迄个湿度啦，安尼定会较准哦。若讲啊，布料水分伤侪叫做润润。若饼甲芳的水分伤侪，就叫做回润啦。华语共款讲受潮，饼干受潮。饼一般食起来是拍拍、定定、脆脆啊。总是啊，若食无了，佮无水甲缩起来啊，迄饼会吸收空气内面的水分啊。规块饼就会变甲软软润润啊，这就是回润啦。回润的饼要是会当食啦，无算是真正嗨气啦。总是啊，伊的口感啊已经无介好，所以回润去的饼就较少人要食咯。润润和回润啊，一个是咧讲衫，一个是咧讲饼。华语同款是受潮，台语啊，却因为对象无同，就有无同的讲法啦。恁讲台语是毋是真精密咧？春天的时啊，西北风开始转东南风啊。当年的这时啊，厝里的饼拢会湿啦，拢会淡。有诶较老的厝啊，饼较会生菇啦。饼若湿湿，咱台语就叫做饼寒水。这和布料甲饼各无同，这种季节性的现象啊，咱甲叫做透南风啊。透南风用伫遮，毋是咧讲风啦。专门是咧讲这个季节啊，湿气较重啊，饼啦、涂骹定系流淡淡，还是寒水这种情形啊。其实啊，台湾毋若透南风的时，厝里会淡啦。北部的寒天啊，嘛一日到暗拢咧落雨啊，厝里啊未比透南风的时较大。所以，若拄到这种情形啦，厝里若有冷气啦、除湿机啊的朋友啊，会当赶紧开来用啊。若是房间无这个设备的来，嘛会当去五金店啦，买寡打扫剂啊，就是华语讲的干燥剂来用。嘛会当放寡蓝啊壳，就是华语讲的生石灰伫壁角啊，通好输迄个空气内底的水分啊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敢若湿气走入去无共的物件内底啊，台语就有遮济无共款的讲法。恁讲啊，台语是毋是真心实咧？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主播。